不好意思哦，对，吹笛子啦，这样子，对，可能大家会很好奇吧，会不会为什么会教他吹笛子，为什么不是教他弹电吉他这样？我也是很想要教他弹电吉他，在短短的2个月之内，我觉得这已经是极限了啦。然后能教的就是让他们教这样吹笛子这样，本来想要教他这样。对啊，不用啊，我觉得这样简单淳朴的感觉就好了，给国外也会有好印象这样。而且我觉得叫一个青少年，现在叫一个青少年吹笛子，好像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。你现在随便叫一个青少年，他们都不要，他们都宁愿弹吉他耍帅，有没有？帅的屁呀！又不是我。这种话怎么可以掌声呢？好，然后当然就是简单的，就是让有，我觉得是机会给部落的弟弟妹妹有出国去看看的机会。然后当然这是一种方式啊，但我觉得我也不能太过于勉强，那就是抓2个，但另外一个今天不在。那其实这个感觉很奇怪，就是当初在带部落的弟弟妹妹要给他们这个出国机会的时候，照理讲应该是大家海选的时候争破头，有没有？应该是这样吧，就像那个星光班一样的，对啊，就是大家都争有一个有一个机会可以上台这样。可是部落的小朋友弟弟妹妹不会这样的，然后就是大家就推来推去，然后阿公阿嬷还以为是诈骗集团那样子，就不要去这样子，宁愿不要去呢，就是这让我觉得有点好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，我自己在理解这样。然后当然可能以前常常被骗了，所以现在都很怕诈骗集团的。然后接下来我要带一首歌，然后也是要请那个达赖哦，他叫达赖哦，记住没有？他是谁？达赖。对，他不是狼猫，好不好？他是达赖哦，好，我是谁？我以为你会讲郭富城呢。我为什么会讲英文？讲3句话这样。好，这首歌我还想献给各位。